来敬拜你、亲近你。主，阮知，阮原本是软弱的罪人，本来无配得会当来到圣殿敬拜你，但是因为主你丰盛的恩典，透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的牺牲，救赎阮，洗清阮的罪，互阮如今会当坦然无惊吓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你，甲你有亲密的沟通，来透过安尼明白你的心意，领受你的祝福。是阮的主啊，我们献上阮的感谢，所以阮恳求主你即时帮助阮，安静阮的心，互阮会当伫敬虔无下属的信心下面来服侍你、敬拜你。阮也特别将今早起服侍正当中，仰望伫主大能的圣手。无论献诗、抒琴、演奏、诗会，或者传讲信息，主你拢教阮三甲地地，互阮会当做合你心意的服侍，互即个礼拜诚做荣耀你的记号。是阮的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伫113当前，找间宣教师来到即个所在。设立教会，透过前辈因的努力，互阮徛踮伫今仔日的基础，继续福音的工作。求主赐福互阮，互阮所推动的事工以及所设立的机构，拢会当荣光主你的圣名。亲爱的主啊，阮感谢你。感谢你伫互阮生担伫即块美丽的岛屿顶面，但总是阮看见着，但主是阮的国家犹原面对真济无共款的危机，求主亲自临兵阮，求你赐予执政的团队有智慧，有好的政策。帮助百姓当安居乐业，阮也恳求主，你会当兴起台湾的正教会，互阮伫无共款的区域，将救人的福音遍传出去。是阮的主啊，阮也看见着，这世界犹原充满了战乱纷争。有一个所在发生战争，造成真侪无辜的人性命财产的损失。求主看顾人民，将真实的公义、和平、仁爱赏赐这块土地，互阮这个世界会当充满主你创造时的美好。恳求主你听阮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不过时得要到，现在就是真正敬拜白的人会用心灵甲真诚敬拜，因为白爱这款的人敬拜伊，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灵甲真诚敬拜。各位兄弟平安。伫这个圣主日，咱真欢喜来敬拜上帝。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201首，救主疼痛的声，会众请起立。这时，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满心感谢、恭敬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学乐甲敬拜，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也是伫基督内管选阮、呼召阮的主。主，阮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来提醒阮是属于你的子民。阮毋是因为家己的才能，嘛毋是因为家己的好所行，乃是完全出自你的恩典，才会当得到这个尊贵的身份。主啊，阮为着这个身份向你献上感谢。慈悲的天父，
我嘛要伫咧你的面前谦卑认罪，你用同价将阮赎回，互阮成做你的产业。不过，阮却常常袂记的是属于你的人。阮的心常常互世界价值所吸引，阮的生活无全于属于你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软弱，赦免阮心智不定。求你搁一摆清洁阮的心，互阮会记得，阮的一切原本就应该单单属于你。主啊，阮即时嘛要特别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你看顾因每一日的生活甲工作，伫工作中若有拄着压力、困难，甚至是无公平对待的，求你赏赐智慧甲忍耐。伫家庭中担大，为着经济、健康、关系烦恼的，求你用天平的疼来扶持看顾。主啊，我嘛要为着教会来祈祷，求你引带阮的教会行伫你欢喜的道路，互阮伫即个世代中宣扬你奇妙的作为，带来毋茫甲光明。主啊，我嘛要为着阮疼惜的台湾来向你祈祷。即个土地有真侪祝福，嘛有真侪对立、不安、交虑。求你赏赐智慧，互掌权者，嘛赐彼此尊重、关怀弱势的心，互百姓。愿公义甲怜悯伫台湾公行，互教会成做和平的见证。主啊，我嘛要为着这世间不安的局势来向你祈祷，战争、冲突。灾害，互真侪人失去家园甲毋望，求你怜悯受苦的人，安慰伤心的家庭。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平安临到万邦。愿知阮的祈祷无完全，只是阮要用主驾驶阮的祈祷，无奈祈祷。这是咱要来启应上帝的话，请掀开启应文第19篇，伫圣诗后壁第29面。启应文第19篇，就是伫诗篇第95篇。我来启大家三角来印。来啊，咱就向耶和华唱歌。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，洋海属伫伊，是伊创造的。来啊，咱就鞠躬敬拜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今仔日，恁若听伊的声，这是我要请圣歌队来唱俄罗的诗歌，轻声入我的心。
愿学乐的诗歌真济芳芳的祭献给上帝。咱只是要做伙来读圣经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咧新约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。毋过恁是受拣选的种族，皇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，要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。这位上帝有调恁出黑暗，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。今仔日信息是本堂蔡主任牧师来主讲，题目是身份甲责任第4讲，属神的子民。愿讲的、交听的，拢平平受到祝福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进前3礼拜有分享过彼得前书第2章的第9节，头前3个身份，分别是被拣选的族类、王家的祭司、圣洁的国度。今日咱要来看第4个身份，就是属于上帝的子民。属于上帝的子民的意思，就是咱基督徒是上帝特别的百姓。事实上，我顶回有讲过，这4个身份伫旧约中原本底拢是指以色列人所讲，是指以色列这个民族所讲的。因为伫旧约中不断地强调，以色列人伊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爱做王家的祭司，是上帝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百姓。特别这个属上帝的百姓，伫旧约圣经中间不断去强调，一些百姓甲上帝的关系，一些百姓是属上帝的百姓。比如讲，咱举一个例来讲，《申命记》27章第9节到第10节，安尼讲，摩西甲祭司利未人对以色列众人宣讲：以色列人爱静静听，你今仔日真做耶和华你的上帝的百姓，所以爱听叹耶和华你的上帝的话，遵行伊的诫命甲律例，就是我今仔日所吩咐你的。伫这段经文中间，摩西甲祭司利未人，因对百姓宣讲上帝的律法甲规例，爱因去遵守，然后对因宣告一件事：当恁遵守上帝的律例，甲上帝命令了，恁就是上帝的百姓。所以这是原本的是以色列人所拥有的一个真特别的身份。但是彼得前书的作者，伊将这个旧约圣经咧讲以色列人的身份，来应用做新约圣经中间教会内底的基督徒，因为教会内底的基督徒才是真的以色列人，所以应该爱拥有这4个身份。所以咱今日就要来看这第4项，属上帝的子民有几项无同款的意思。第一项，咱来理解，属上帝的百姓，就是咱是被上帝拥有，真做上帝的产业。咱的所有权是属于上帝。这个观念，保罗讲了非常清楚。举一个例来讲，我即马身躯有一支笔，这支笔是我开钱去文具店买。
啊，未买进前，伊是属伫文具店的头家。但是当我付钱互伊，付出这个代价互伊，这个文具店的头家将这支笔互我就拥有这支笔的所有权，我就当来使用伊。相反的道理，咱嘛是上帝开了真大的代价来买回。咱看见到保罗伫这个以弗所书第1章11节安尼讲，咱也伫伊内面，伊内面就是指耶稣基督内面，得了基业，得了基业。迄个和合本的圣经后壁有一个括号，写讲这得会当翻译做正，所以也当讲，咱伫主耶稣基督内面，正做上帝的产业。所以这段经文咱讲，咱原本的是属世界、属世。是被这世界所掌管，甚至咱嘛咱讲受邪恶魔鬼的势力所掌管。但是因为上帝怜悯咱，因为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，用伊的生命钉伫十字架顶，互咱对这个世俗的权势中间，把咱抢救倒来，互咱属伫上帝。咱既然属伫上帝，咱就是上帝的产业，所以请大家一定爱会记住，咱是属上帝，咱是宝贵的，因为咱是用上帝真大的、真重的代价所赎回，上帝赎回咱，互咱成做伊的产业，咱的所有权是属上帝。你袂当将家己搁卖互魔鬼，卖互世俗。这点第一点，咱来了解。咱既然被上帝用重价来赎回，咱就爱知影一件代志，咱简单属伫上帝。袂当讲我要甲魔鬼区分，我一半属上帝，一半属世俗。圣经咱讲。耶稣讲的，无人会当侍奉两个主，伊毋是厌恶这个，喜爱这个，就是看重这个，轻看迄个。恁无可能同时做上帝的奴仆，搁做钱财的奴隶。所以咱来理解，就是讲，咱简单被上帝所拥有，这就亲像这个。婚姻礼拜的时阵，新人拢会誓约对无？誓约安怎？爱一世人，两个人拢要斗阵，袂当互别人介入，袂当互第三者介入。即咱台湾的俗语嘛，有安尼讲，讲起厝无用一冬，娶某无用一工，娶细姨无用一世人。意思是讲你若讲要分做两，来讲将家己安尼，迄个感情无专一的话你真无用，会互你真操烦。虽然咱理解，但是简单属伫上帝，因为咱是被上帝重价所赎回。这第一点，咱爱清楚。第二点。咱既然是属伫上帝，咱就是被上帝疼痛，是上帝的儿女。上帝是咱天顶的老爸。当咱咧对一个人传福音的时阵，咱常常会讲上帝是咱的天顶的老爸。但是你要解说清楚了，因为咱用老爸这个字咧形容上帝的时阵每一个人的感受无同款，因为每一个人的老爸对待伊的方式无同款。我相信大多数，咱在座大多数
的老爸拢对咱真好、真照顾。但是，咱中间所有的人的老爸拢无完全。我嘛是两个囡仔的老爸，我嘛知影我有出侪缺点，我有出侪无完全的所在，我无法度完全去保护我的囡仔。所以有的人伊的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伊对老爸印象，每一项的观点是无共款，甚至有的人感觉老爸是一个伤害者。有的人我虽然教会无老爸，我感觉我真可怜，但是我大汉了后，我发觉有人有老爸比我无老爸较可怜。老爸是一个暴力者，不论伫肉体、精神顶面虐待因。所以你来讲，上帝亲像老爸，伊惊要死。咱中间可能有一寡老爸是缺失者，有一个忽略家庭、无负责任的老爸。可能伊为着伊的事业打拼，为着爱开花、爱交际应酬。伫你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伊完全无伫你的身躯边，伊是一个缺失者。我伫圣人院毕业了后，其实我去读圣人院进前，我就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我要去做学生工作。所以我毕业了后，我自然而然去甲学生中心做学生工作。伫遐有8天的时间，伫这中间我是做团队迄一天结婚的了后2个囡仔出世，渐渐这个我伫学生公司学生中心工作8天了后，我发觉有一个会造成我的家庭真大的困扰。就是学生中心的工作是你是爱做行政的工作，然后当学生放学了后，阮就爱去甲学校，爱去甲学校附近的教会，去组织因的团契，去辅导因的团契。然后可能聚会结束了后，因有真侪问题爱甲你交谈，所以你爱来辅导。等伊甲处理了，发现囡仔拢咧困所以有人咧看囡仔别人咧看囡仔是安尼，自细安尼细汉安尼大汉起来对无？我咧看阮囝是对安尼变安尼因为拢倒咧。所以我就想讲，我可能会变做一个无负责任、缺失的老爸，因只有会再起来，会当看到我，然后规工就拢看无我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我就决定讲安尼可能爱换一个工作的所在，服侍的所在。所以我就去到教会，去到教会有那差不多。但总是有较侪时间陪伴囡仔成长，所以有真侪老爸是一个缺失者，佫有的老爸是真严肃的，真困难亲近的。咱伫传统上，咱台湾的家庭拢是严父慈母老爸有时阵较严肃，要求较严。较困难亲近，是一个权威者，咱甚至毋敢甲伊讲咱的心事。所以我拄则讲过，有一寡人，伊可能伊的老爸是一个伤害者，是一个缺失者，是一个真困难亲近的人。
啊，当你咧传福音，你来讲，上帝是亲像一个，上帝亲像老爸。我一听到了，惊讲安尼，我无需要，我无需要这款的上帝。其实咱知影吼，魔鬼惊咱明白天命上帝的疼吼，所以就破坏老爸的形象啊，互人掠准天顶的老爸甲地上的老爸相共。咱理解，人类的老爸可能会当互你的家庭变做地狱，可能是一个真自私的人，可能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人。可能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，一个严肃的人，一个暴力者。但是咱要注意，耶稣咧讲的天父，耶稣是讲天顶的老爸。咱要知影这天顶吼，毋是指迄个空间呐，是讲啊，伫天顶，上帝住伫天顶，毋是，上帝是无所不在。啊，为什么讲天顶的老爸，就是甲地面上的老爸无共款？要分别一个，地面上的老爸有真侪问题，是一个无完美的老爸，但总是天顶的老爸呗，伊是一个完美的老爸，是真心疼惜咱的老爸。所以咱来理解。咱的天父拥有咱，自然伊疼惜咱。伊拥有咱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伊疼咱嘛。无咱伫世俗，伊为什么要互伊的囝牺牲赎回咱？就是因为伊疼咱嘛，伊疼惜咱，伊爱咱比疼比生存。所以圣经讲，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？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伊的人？而且讲的老爸是好的老爸哦，做人的老爸都会去怜悯家己的囝，何况是天顶的老爸，更加是怜悯敬畏伊的人。天顶的老爸是充满了关爱、怜悯，真关心你，甚至超过你所想象的。甚至咱无法度理解，咱的理性无法度理解，上帝为什么疼咱遐尼长阔宽深？其实上个重要原因就是，上帝属性就是疼，伊爱互咱有温暖甲安全感。我虽然教会了无老爸，但是我遐个。犹原会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，50几年前，我的老爸咧抱我的景象，伊捌安尼抱我佚佗，教我安怎讲球，教我一寡道理。伊甚至伊若逐遍带我去剃头的时阵，伊拢习惯坐伫迄剃头椅仔顶面，然后我就拍伫伊的肩胛头，然后咧替伊接即个鼻仔的即个粉刺，我感觉真趣味，伊就老难的。我即摆犹原会当感受到迄种。被疼惜的安全感，迄种是人人渴望的感受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无论你即摆你对家己的边界安怎，无论即摆情形安怎，你是顺境的也是逆境，你也知影上帝拢疼你，伊疼惜你到真深，而且。咱伫天顶的老爸是一个永远袂改变的老爸。地面上的老爸情绪可能真困难控制，有真侪青少年咧反映讲：我真正毋知影我的老爸今仔日的心情安怎。我这考试单摕转去了，
那心情好，可能没几句啊；心情无好，可能我就真凄惨。因为地面上的老爸情绪无法度控制，互囡仔无安全感。咱伫天顶的老爸是永无改变的上帝，伊袂情绪化，伊是稳定可靠，而且毋是看你的表现安怎，而且疼惜你。当然，有时阵咱啊过头犯罪，上帝会调整咱，会教示咱。但总是咱知伊疼咱，你会当信任伊，伊完全可靠。圣经甲咱讲，伊是一切光的创造主，伊袂改变，也无转世的影，伊袂改变。伊是一个真稳定、值得咱信靠的上帝。地面上的老爸，有可能是真困难、亲近的上帝，但是咱伫天顶的老爸，是一个欢喜甲咱亲近的上帝。我拄则讲过咧，中间可能有一寡人成长伫一个老爸欠少的家庭中间。老爸差不多拢无伫咱的身躯边，伊无当去厝里，伊有真重要的生意爱做，可能有真重要的会议爱开，伊拢是大多数的时间无伫厝里，兼且有伫厝里，嘛真恶伫甲你亲近。伊伫你的人生，确实无留落任何的分量。但是咱的上帝毋是即款的上帝，伊是一个日夜照顾、暝夜照顾的上帝。圣经的作者安尼讲：看以色列的保护者，伊无拄眠无困，上主要保护你，伊伫你的身躯边保护你。你是太阳无伤你，暝是夜也无害你。这意思就是讲，无论什么时阵、什么所在，你需要伊，咱的上帝总是伫地，伊无遥远。保罗安尼见证讲，伊安尼做是爱因找求上帝，兼且会当伫即个摸索中间找到伊。其实上帝甲咱每一个人距离无远。上帝爱咱亲近伊，伊要甲你建立一个好的关系。伊就是伫你的身边，离你无远。雅各书的作者讲，咱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亲近你。所以，咱所信仰的天父上帝，是一个欢喜甲你亲近的上帝，是袂改变的上帝，是疼咱的天父。既然咱头前讲过两项，属上帝的百姓，是第一项，就是讲咱是上帝的产业，被上帝拥有；第二项是讲咱被上帝疼惜，成做伊的儿女。既然是安尼，咱就爱有第三项，就是咱爱互上帝使用，成做你甲别人的祝福。咱成做上帝的产业，咱爱有一个回应。圣经甲咱讲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的确做贵重的器具，成做圣洁，合主所用，有必行各样的好事。所以咱被上帝所拥有，就是要被上帝所使用。我拄则讲买这支笔，买起来毋是放伫遐，伫遐欣赏尔。买这支笔就是要摕来写，摕来使用。伊若无使用，这笔就无路用啊。所以咱既然被上帝拥有，咱就要准备好心，爱被上帝所使用。
所以牧师有3项提醒。第一项，咱来被上帝塑造，咱来理解，咱是对世俗中间被上帝所塑化的。虽然加减，拢去拟到这个世俗的一寡问题，咱需要被调整，需要被修正，需要被破碎，需要被上帝重新塑造。上帝透过无同款的方式去准备咱。如果你若想要互上帝使用，你若无要成做一个无路用的物件，就是你爱互上帝帮助你改变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就是当你被上帝塑造、装备了，咱来求上帝差遣咱，差遣咱去到无同款的葡萄园。你的葡萄园可能是你的职场、你工作的所在；你的葡萄园可能是你的家庭、你生活的所在；也可能你常常去的所在、你接触的所在。更加可能就是伫教会。咱来求上帝差遣咱去适当的所在去服侍。咱这边伫这个大斋节期所推动的40天禁食祈祷，牧师团第一遍推动这个事工，迄阵嘛是因为时间真短，说明的时间真短啦吼，所以嘛是真烦恼。较少人响应参加。结果我起来算，拢总有143个人次。当然有人写过来长啦吼，143个人次。我相信以后会更较好。咱每一人拢假做一个祈祷的人，对咱的教会是有真大祝福。所以你要求上帝差遣你。去到你会当服侍的所在，然后你会感受到，当你愿意被塑造、被差遣，你就领受上帝的祝福，因为被上帝使用是上帝赐予咱的管道之一，是上帝赐予的恩典。对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，咱看遐尼一个人物。咱发现，被上帝使用的人，拢是被上帝祝福的人。所以咱来到圣殿中间讲，主啊，你祝福我。其实一个意思是讲，主啊，你使用我，我去祝福别人，我也当领受祝福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姐妹，这时阵你的心中爱有一个。对上帝约束，感谢上帝，互咱属伫伊的百姓，无搁再属这世间，无搁再属这个魔鬼的权势。咱得到这么大的恩典，主啊，我要搁较侪祝福，求你差遣我，互我去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咱已经讲过4个身份，4个身份拢有一寡责任。但是也有一个上界大的责任，咱后礼拜会甲大家分享。希望咱拢会当成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用你的话来激励阮，互阮明白阮是属你，是你的产业。你听阮。你是阮天顶的老爸，阮是你的儿女，你也愿意使用阮，互阮成做贵重的器具。求主成全这爱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做伙来念圣诗336首，天父我知一生光阴。会众请起立。
请坐，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。请起立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毋是干那阮的主，你也是阮伫天顶的爸。阮也要感谢你丰盛的恩典，互阮每一日拢得到需要的供应。阮即是奉献淡薄的金钱，愿主感纳，使用伊诚做教会圣工的路用，嘛愿主使用阮诚做互人得安慰的器皿。求你纪念每一位奉献的兄弟，互阮一生拢专心倚靠你，行伫你欢喜的道路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我要来报告。本会会友陈惠美姊妹已故林中医长老娘，伫3月初7安歇主怀，要定伫3月28本礼拜六下晡2点半，伫教会10楼礼拜堂
举行个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来到甲参加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本会会友联署会姊妹就是洪玉好长老的查某囝，伫3月9号安孝主怀，要定伫3月28，本礼拜六上午8点40分，伫怀爱馆景仰楼1楼至今3厅举行日莲礼拜，煞接要火化，并且安葬伫平安园。另外要定伫4月18。拜六下晡点半，伫教会10楼礼拜堂举行追思礼拜，请兄弟关心来到甲参加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的礼拜，时间是伫4月初2，后礼拜四暗时7点半，地点是伫10楼礼拜堂。敬请兄弟有备心来参加，甲主共做道。即摆礼拜是特别要为着慈仁教育基金会来奉献。中保大道新的动工的招募，若是你对祈祷有感动，愿意为着其他的人，也是教会事工来大道的，欢迎加入中保大道的事工的行列。详细咱会再交老家分干事来联络。咱做伙来看一段见证的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兄弟姐妹们平安。去年的6月初有一次，我在为一位忧伤的姐妹祷告，祷告以后觉得心里不安，负担还是很重，于是就拿起手机，在我们教会 LINE OA 的选单里。点进去我的代祷卡，那我就将刚刚祷告过的内容重点记录了一下，然后就把这个代祷卡送出去。送出去以后，突然间我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舒坦，负担突然觉得十分的轻省。我知道这张代祷卡会送到我们那一群中保代祷勇士们的手上，他们会为我在保惠师面前加添庞大的祷告力量。那也就是在去年的12月2号的一大早，我在新闻上看到我们跟美国对等关税的谈判迟迟没有结论，于是我就为这件事情祷告。那特别是为负责谈判的召集人郑丽君副院长，以及行政院经贸办公室的总谈判代表杨振妮，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官员来祷告，求主加添力量。就在今年的元月16号，突然传来好消息，我们的关税降到15%，而且不叠加。特别是美国国安税232条款，我们争取到最惠国的待遇。哈利路亚！在得到应许的那一刻，我立刻填写感谢卡还愿。在过去的8到9个月的期间，我养成了为重要祷告事项填写代祷卡的习惯。特别是觉得一个人力量不够的时候，我就会揪团，揪的就是我们的中保代祷团一起来祷告。我觉得在双年教会过活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，因为有人经常在代祷，而且有非常好的数位工具来倒上杠。这一点要谢谢数位发展委员会的巧思。大家都知道双年有4个超赞的传统，那就是我们要效法某父的精神来服侍人。我们因为欠福音的债，所以我们要努力宣教。那再来就是我们要读经，用上帝的话语来做基础。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透过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心意。那教会在每个礼拜4的晚上7点半，在7楼的礼拜堂有祷告会。感谢主，我们看到人数慢慢的在增加中。那再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代祷的勇士，也就是我们的中保代祷事工。但愿大家都能够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。谢谢大家，主耶稣爱你，上帝祝福。
搁一摆邀请大家参加中保大道的行列。所以我要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，甲牧养大道。兄弟姐妹大家平安。好，我只是来介绍今日新的朋友，哦，才有几位。我介绍着，请咱起立，互咱欢迎一下。第一位是孙慧玲姊妹，哦，这条边，欢迎，欢迎。第二位是蔡梦萍，应该是姊妹吧？哦，这里，哦，这条边家好，欢迎欢迎。其他到第一遍来跟咱做伙礼拜，无，好来，请问贵姓？哦，哦，哦，欢迎欢迎，咱请咱等下同工爱做伙服务吼，请这贵宾吼，等下礼拜结束了后。会当去甲贵宾室，咱会当做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。这时阵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时常看顾阮、保守阮、激励阮，互阮伫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中间，悠然徛立伫阮。求主继续带领、保守、看顾。阮的肢体中间，若有伤心的，求主亲自安慰；有失了亲人的，求主互阮看见国外的愿望；若有病痛的，求主亲自医治。阮恳求主，你也赏赐阮在座每一个人充满活泼的信心，互阮伫生活中间。为主做见证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起立来念祝福的诗歌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临时后，请蔡牧师来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圣神的感动，夫妻相通，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绿岛社温，享受车见。